咱要來為着大自然的攻擊，甲福音事工祈禱，咱三個額頭來祈禱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謝你創造愛田樂園，將人安置內面，交代一項任務，愛人種植固守，所以種植固守甲保護土地是上帝交予人的天職。人甲土地就愛創造雙贏。人需要土地生產食物，土地需要人的照顧，無盡保護的責任，就有大自然的保護。主，阮求你赦免阮辜負你的旨意，誤用溫室制造極端氣候，威脅人類生存。有的國家因為海平面升懸，面臨滅亡的危機，百姓成做氣候難民，四界流浪。求上帝赦免阮的過錯，改善阮的生活習慣，來保護地球。主啊，阮也要為着台灣欠水祈禱，濟水庫內面的水到4月初無到30%。求上帝繼續落雨賜福台灣，也互阮學習欠啊用水來度過艱難。阮也要為着台灣今年總預算甲國防預算來祈禱，互立法院緊來通過，互阮城市發展鄉鎮振興，國泰民安，尊主最大。阮也要為着雙連教會慶祝母親節，荊州社區第26屆藝文活動台語文比賽祈禱，佇4月25日禮拜六頂晡9點，求上帝予比賽一切進行順利，予濟人來重視，而且熱烈來參與活動。求上帝看顧雙連安養中心，徛起佇中心的阿公阿嬤有好的安養，身心靈攏受到照顧，安穩佇主手中。求聖神做工，佇長輩幸福小組甲主管幸福小組，感動每一個人，互因決志信主耶穌基督受洗，成做上帝的兒女。求聖神膏抹每一位見證者，毋免真厲害才來開始，但是一開始就因為聖神同在，就真厲害，完成主所交代的大使命。求上帝予每一個雙連人同心宣揚福音，聽鄉土佇社區中成做好厝邊，榮光上帝利益的人。祈禱是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們。